来看云林县的水溪哦，伫凯美洪台扫过了后，本地种植溪保的草啊，拢互水冲走。县政府是真烦恼，讲本地防培沙已经有改善哦，即马洪台过了，恐惊会受到真大影响，所以赶紧搁再种草啊，搁再加强，要避免防培沙去影响到民众的生活。 为空气机的画面会当看到原地一片青劲劲，即马只剩沙坡，受到凯美风台影响，落水溪做大水，爆发甲河道拢放甲真严重，居民烦恼时到阁会发生防培沙。水放去一定有空的啊，对吧？伊种放偌宽啊，冬尾，北风都在做，你即马看，无点睛啊，啊你即马就是爱迄个防培沙，北风都在做。 凯美台风过后，我们发现我们又回顾到106年当时的情况。那主要就是我们在猫耳干以上游一直到西螺这边我们很担心说这个会不会跟106年那时候一样就是大西螺地区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扬尘的事件环保局表示，这几年中央甲地方拍拼咧防止防培沙，成效袂歹。也毋过凯美风台扫过了后，风地工程全拢廃弃，即马要招相关部会勘查，规划重建工程。裸露面积大概是99公顷，那这次我们7月29空拍之后，它的面积有达到849公顷，所以等于说增加了750公顷。好，等于说从5个区域嘛，从最上游这个。中沙大桥一直到出海口。第4河川分署讲，目前已经开始规划在后重建工作，第一阶段先施工做便道，用农业无人机也整治，后续进行河道修复工程，要赶伫东北季风来进前完工，避免防培沙影响居民生活。记者综合报道。